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昏伫咧北京分别甲南韩的总统文在寅，也有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见面。日本有开记者会，讲安倍有关心香港甲新疆的问题。不过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是报讲，韩国支持北京，韩国是讲，无论是香港也是新疆，拢是中国的家内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伫北京甲习近平见面。安倍一开始就讲，日本真重视习近平，伫每年春天到日本，希望打造一个适合两国新世代关系。我愿同首相先生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政治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再上新台阶。 法新社报道，安倍希望习近平支持香港自由开放，关心新疆人权。习近平要求安倍支持放宽对北韩的制裁。习近平嘛，甲南韩总统文在寅见面，这是2017年12月份以来中韩头一摆举行峰会。两个人拢强调中韩的友谊，尤其是美国甲北韩协助谈判无进展，习近平重申区域和平的重要，真有意义。 文在寅阁讲，南韩的新南方甲新北方政策要甲一带一路的政策合作，希望两国会当较早共同开发第三国的市场。中国央视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会谈中支持北京。韩方认为，无论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韩中两国拥有悠久交往历史和相通文化渊源，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双方关系发展具有天时地利。 现在再加上人和，文在寅甲安倍晋三这座重点是继19月了后，佮一摆举行的中日韩高峰会，24会伫成都举行。安那运动球星嘛继续关心新疆的人权议题。纽西兰橄榄球星威廉斯伫推特写，当然选择经济利益，毋是人性，这是互人艰苦的时阵。伊佮打出一张有的中国国旗的手，牵一支当地的老会手，顶头画东土耳其斯坦分离主义团体纳谢基亚的图。 因为真济维吾尔族分离主义人士是以东土耳其斯坦来讲新疆。威廉斯毋是头一个批评中国迫害穆斯林少数族群球星。英格兰卡球超级联赛边疆抢球星厄齐尔，这个月13才伫 IG 批评中国迫害维吾尔少数族群，随后中国取消比赛宣布，改替以游戏角色。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历史真久伫咧苗栗县铁路局的大山火车头，昨下晡4点外，雄雄互一台小火车弄入去内底。插座的车头大厅是弄甲密密冒冒，弄甲真辣，损害甲真严重。抽火发现讲，原来这个驾驶啉烧酒赛车。 插座条仔强弄断，火车头前玻璃嘛碎过过，车头受损严重。23下晡4点半，一台火车雄雄弄入去苗栗县历史珍贵的代替大山车站，互现场的工作人员拢惊一条。我跟我们那个站长就刚好听到嘣一声呐，然后就看到这样，然后我们就跑出来，我马上就是有烟雾嘛，我就跑出来已经看到这样子了。 车站的大厅甲等车的所在拢用弄歹，迄当时内底有一个乘客，好在无受伤。驾驶送病了后，并无性命危险。原本传出驾驶是阳性发作，不过经过抽血检查，确定是啉酒赛车。北京专案已经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那时候他整个引擎都在发动，也不知道他是心肌梗塞还是什么的，没有跟他动了。然后我有报警。为了避免插座建着倒去，现场已经封锁，先无影响列车的通行。不过乘客出入都行边的门。这座1922年日本时期就启用的大山车站，敢要当修复，官府新营派高级建筑巡查团队到现场看。记者综合报道。 是来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但是套用公式来算，后个月雅士的绩效应该会大起。规桶装的雅士每公升2.6块，不过经济部长讲，为着要让大家好过年，所以旧历过年进前拢未起价，只会落价。继续来看《联合报》，因为即摆的人愈来愈晚结婚，加上人工信息的技术愈来愈进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咱台湾35岁以上年岁较悬的高龄产妇，头一摆超过30%，这个比例是比英国也搁较悬。
来看自由时报，国防部公布109年度晋升的将官的人，拢总20个人，包括5个中将、15个少将，今日会举行正式典礼。接下来关心经过9天的时间，南回公路拓宽掠地的改善工程昨昏完工，而且正式通车。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去主持通车典礼，伊嘛感谢工程人员的付出。行政院长苏贞昌23号开着吉普车，载着台湾第1位女性隧道工地主任郑敬玲，为台东县安社出发。2月南回公路拓宽工程上艰难的4.6公里隧道，来到屏东关景的草埔，代表时间经过9年的南回公路改善工程正式完工通车。交通最高的境界，就是每一个人离家，是为了让大家有一条更舒服、更安全、更方便的回家。南回公路改善工程分3个时间标案，上早完工通车的是台东太马里乡南到金轮路段，今年10月底才完成金轮到大埔乡大鸟路段通车。接落来是安社到草埔高架甲隧道正式通车，拢总缩短南回公路20公里的比停，省了行车时间30分钟。南回公路自过去上山到落山的弯道有直，民众讲好开真济啊。差很多啊，不用弯来弯去、绕来绕去的山路了。公路总局表示，南回公路改善工程拢总投入150万进出的工程人员，向山海借路，伫艰难的环境中施工，尤其是隧道工程，造就36摆崩落，也毋过无人伤亡，也造就了台湾第1位女性隧道工地主任郑敬玲。伊甲后世拢伫工地服务，所以规家伙也搬到台东，专心照顾340名工人的安全，即马总算会当放下重担。那女孩子进去工地，对他们心理上会有一些，还是难免会有一些顾忌。那我们也当然是在安全的范围下，我们尽量还是要考虑到公班的感受。行政院长苏贞昌伫通车典礼上，一一感谢所有工程人员，建造互用路人一条安全回家的路。也毋过也发生小插曲，骑东行机车的人早着抗议无要互因行南回界甲苏花界的布条来抗议，也毋过被警方带离现场。这么安全的路不给机车走。南回公路改善工程完工，也互原本全台上长的台9线公路提高第2位，由第1线取代，也毋过改头外面的南回公路，却成了全台风景上水公路。即摆台东民众真无简单，等了10多年才等到南回改善。接落来，屏东县迄边也要争取拓宽，苏贞昌答应会规划，也毋过可能要搁等10年。记者综合报道。那南回铁路电气化，屏东的潮州到枋寮这个路段嘛，提早1天，伫咧昨昏正式通车。枋寮即摆正做普悠玛西部列车的上尾站，到台北上近只要4点半钟，去高雄的车班嘛加1倍。普悠玛列车大大出站，那另外进前就引进台湾碳气式的列车。西部即马总算会当到屏东枋寮，互以前无想要伫枋寮坐火车的民众，即马嘛愿意来坐车。它的价钱就比高铁便宜啊，对啊，虽然时间比较慢一点，可是我不赶时间。转车哦，如果坐高铁的话，我可能会直接坐公车吧。普悠玛当行是为南回铁路潮州甲枋寮的部分电气化，交通部23举办启用典礼，宣布枋寮到台北上近，仅仅需要4点半钟。屏东往高雄的区间车班次嘛增加，互民众即马唔免辛苦来搬车。通勤通学必须在潮州站来换车，现在也可以从新左营站直接搭乘这个列车直达枋寮。原来是只有30个列次，现在有60个列次，比较快。因为之前的话，到枋寮到台南大概要3-4个小时，就是包含转车时间跟要就是换交通工具。南回电气化原本定伫咧明年年底潮州甲台东段全部完工了，才会通车。铁路局赶工提早1年，先互潮州枋寮段的25公里通车，明年年底才完成枋寮甲台东形成宽岛的铁道网。啊，毋过槟南希望讲西部甲南回干线拢会当电气化。电气化双向以及枋寮车站的这个大平台计划，也就是说，从林边到枋寮这一段要整个高架化，包括整个站体高架化，包括未来那个公车可以一起跟这个铁路去做共构。地方烦恼讲交通发达，却无带动偏乡发展，颠倒造成人口流失，建议中央评估屏东县政府的提议，进一步延伸铁道区计划到槟南，还佫有强固车头等等相关的交通配套。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总统蔡英文要拼连任，伊嘛伫咧面册顶头讲伊的心内话。伊讲伊甲伊的对手韩国瑜上大无共，就是伊固本位，伊直头拢咧替咱台湾做代志。那即马国民党是支持赖清德，捌甲中国的统战部长见面，赖清德陪会讲，当时伊咧做市长，迄是城市之间的交流。总统蔡英文拼连任，积极走访各乡镇友选票，同时伊嘛伫面册甲大家讲伊的心内话，摕出即前3年外的成绩，包括台商回流、产业转型、社会政策。尤其伊甲对手上大的无共款，就是伊守伫的位，为台湾做代志意志甲能力。赖清德动算，阮高雄动算。赖清德是全力拼辅选，赶场斗3工友台民进党立委的声量。针对国民党23召开的记者会，点名真侪的民进党高层捌去过中国，嘛指赖清德见过统战部长沙海林，对此赖清德爱国民党卖黑白道。国民党不要打泥巴仗，也不要混淆视听。我当初是市长，做的是城市交流，我所拜访的、所见到的人，就是市长、市府层级的人。赖清德中昼阁接受网络媒体专访，伊认为政治人物甲政府应该爱积极面对气候的变迁，尤其应该发展绿能。对外界烦恼蔡总统亲密反中，赖清德冇解说。民进党政府是反共不反中啦，反并吞啦，当然自然而然会寻求美国印太战略的架构下面的协助嘛，所以如果把蔡总统领导的方向简化为是反中。亲美，我想可能这样并没有办法完全解读蔡英文总统目前的国家政策。民进党年底要三读通过反渗透法，引发压力，互相呛声。前总统马英九批评敌不帝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嘛强烈反对。民进党主席戴荣泰是回应讲，这是心理的问题，伊强调民进党会徛伫台湾的立场。我们是站在台湾的立场，而不是像有些人是站在中国的立场，这是非常明显的比较。虽然高雄的2场游行和平结束，但是地方政府共一个时阵核准无共立场的游行，戴荣泰是批评做高雄市长的韩国瑜，佮你妹无支持伊的迄边，制造社会对立。记者综合报道。那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即马伊讲伊会替国民党的立委辅选，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伊即马真欢喜。韩国瑜的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嘛认为讲，王金平愿意徛出来辅选，就是代表国民党大团结。2020年大选瓦军换拿阵营整合，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会为国民党立委辅选。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更加是乐观其成。韩国瑜竞选总部主委的朱立伦也解读，王金平愿意斗3工辅选立委，就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王院长他一辈子都是国民党，所以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他一定体会到说，他进来帮忙绝对对国民党、对韩国瑜有帮助，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辛苦，那我们继续大家团结一致争取1月11号的胜利。韩国瑜竞选办公室认为，王金平已经表达真大善意，结果也无排除了后，甲韩国瑜斗阵来求选情，换拿对内整合有希望。对外方面，韩国瑜这边是点名蔡英文捌认同一中，甚至捌推动签订和平协定。赖清德甲谢长廷拢接受过中国官员接待，批评民进党操弄香港议题，制造亡国感，只是为了胜选。蔡英文，你是不是跟陈水扁主张两岸要签和平协议？同时请教赖清德，你去大陆所有的行程，是不是国台办的安排？这就是民进党的手法呀！他用芒果干操作亡国感，他是不希望香港好，他希望香港越乱越好，他才有从中获利的机会。而韩国瑜元旦升级地点，因为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家邀请会选伫台南，不过因为引发议论，韩办已经证实，韩国瑜会先参加高雄升级典礼，再赶到台南升级。记者综合报道。大选举剩无20天，民众党甲亲民党即马拢用宽岛的方式来拼选票。亲民党伫咧宽岛1礼拜了后，28迄一日，郭台铭甲宋楚瑜嘛会做伙共台造势。高雄支持韩国瑜，也有罢免韩国瑜的大游行和平结束。资本烦恼2台火车会烧浓的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23日参加中华民国专科教育联盟座谈进前，对双方人马无爆发冲突表示真安慰。
选举剩无20天，各政党拢正积极伫咧造势。进前，民众党就先以宽岛的方式来游选情，亲民党2日伫咧高原片举办电动车宽岛的活动，也正式出发。打算28伫咧西台湾一年了后，会伫咧台北集合。到时，郭台铭也会替宋楚瑜徛台，这是不是代表贵国的关系愈行愈远？外界解读，这恐惊会去影响到民众党的选情。台湾真正需要的是第3个选择。民进党做得不好，国民党也看不出有任何能力能够把台湾的局面安定下来，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加油。对民进党要拼伫咧年底互反渗透法过关，宋楚瑜表示真烦恼，认为这有可能会是后一个爆发冲突的事件。我再一次呼吁，不要把这些台商给他们戴红帽子，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希望蔡政府能够悬崖勒马，不要暴冲。那最近王金平传出要归队的消息，替国民党的立委辅选，选举特别到啊，国民党的声势要抢关，就有通得期待。宋楚瑜表示，伊会当体会王金平的心情，不过国民党党内内部的情形，恐惊比王金平想的更加复杂。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因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伫咧28迄一日，因会做伙造势，安尼敢是代表国党的支持亲民党，即马无得支持郭文哲啦。郭文哲讲，因也是会请国党的来徛台。另外，针对亲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伊想批评单局落跑，郭文哲是继续骂惨了。伊讲，毋那单局赖清德甲林聪贤嘛拢是落跑的首长。见证插标的仪式，台北市长郭文哲鼓励技职教育培养当教人才，就像伊要领军台湾民众党入去国会，目前民众党当在全台湾行透透，亲民党嘛要伫咧2日启动环岛，嘛会安排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做伙徛台造势。毋过这意思敢是代表讲郭台铭是挺宋楚瑜，无挺郭文哲？大概有些定点我们会请郭董来站台吧。你也觉得郭台铭跟亲民党比较亲密？也还好啦，因为我跟郭董讲话也都还蛮 smooth 的，很平顺的，没有什么问题。国党的动向可能去影响到亲民党甲民众党的选情，叫郭文哲3、2个月就甲伊准过。毋过局爷甲病爷是同款的，因的目标拢是上阵拿力2大党。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伊想去批评民进党是2种标准，总统府秘书长单局嘛落跑。郭文哲佮讲。赖清德也绕跑，你要讲他多的是，林聪贤也绕跑。王金平在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很多朋友嘛，他既在私人的情理，他一定要有很多那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他必须去帮忙啊。选战开始到达时间，那里个大卡拢倒来啊！日本前驻台代表早田干夫推出总统的选情，立赢的领先拿赢的票数上侪500分点，郭文哲嘛认为蔡英文会赢。应该是这样的。会赢了，但是赢多少，也许没有想象那么多啊。到底是小，但是到底多少，这老实讲，这个我就不敢确定了。若是大家拢伫拼的国会席处，早田干夫预计民进党袂超过一半，郭文哲嘛认为讲有可能。若是拼选举，候选人大部分拢是挂扛棒来宣传，比较起来，民众党的扛棒是减真济。郭文哲讲投票的标准就是扛棒愈济拢卖投，因为以后一定会想要回收。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减弱，只有东半部甲北部的山区有低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是平安夜，西半部透早温度有较低。今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新竹的宝山，只有13度4。日时温度会爬悬会回升，北部高温有25度，中南部有27度到30度。这一款的好天气会一直到拜4。拜5开始，东北季风才会增强，北部、东半部就会开始落地渐雨。尤其伫咧拜6礼拜，受到风台北风外围水汽的影响，咱全台湾落雨的机会就会变悬。来关心儿童文学作家林良，昨透早7点伫咧处理过身，伊才到96岁，伊出过200多本册，是咱台湾儿童文学真重要的作家。
用小太阳这本册出名的作家林良，23早起7点伫厝邻过身，享受96岁。林良一生出版超过200本册，陪真济读者大汉，带动台湾儿童文学发展。林良强调对生活中处在用温暖的言语来创作，家庭的互动，嘛强调用简单的语言来创作。什么叫浅语？可是文字是看得懂的，你要看这2个字就懂，就是浅显的语言。浅是浅，但是要浅而有味。联合文学总编辑周朝辉表示，林良的作品影响规个世代的儿童文学，亲像是这代人的国民阿公。2018年，林良阁捌坐轮椅参加中华民国笔会活动。对，我想他其实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这一整个世代的人哈。那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小太阳，等于说小家庭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哈。那他用一种很趣味的跟温暖的一个表达方式把它讲出来。林良笔名朱敏，1924年出世，捌做中华民国儿童文学学会理事长，嘛捌做国语日报的报社社长、董事长等等的职位。2005年退休，这出版的工课是56年久。伫国语日报最后一篇专栏《看图讲话》会伫后礼拜一发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英国有一个查某囡仔，伊去买到一张已经写好的耶诞卡片。这张卡片内底是写讲，因是一阵关伫咧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因互压迫、互逼讲来做这卡片，所以要求讲，把这张批交予人权团体。针对这一件代志，中国外交部即马是应讲，规个事件都是要共创电的变教人。住伫伦敦6岁查囡仔佛伦斯，将妈妈为 Tesco 买回来耶诞卡片摕出来，准备写互同学。发现其中一张是已经写好了。It was really weird. I started chuckling. I thought maybe it was a prank or something. And she said, Mummy, this card's already been written in. We saw the note in it, which was from a prisoner in a Chinese saying that they were being forced to work and there were human rights concerns. 卡片是用英文写的，表示因是一阵向关伫中国上海亲不感觉的外国犯人，要求任何收到卡片人联络韩辉良，伊是前英国记者。2014年，甲比一花艺牵手无因情向指控非法收集购资，卖互荷兰数十克药厂，向强迫伫中国国营电视公开认罪。2015年6月份，向处理出境。I know who it was, but I will never disclose that name. If you know there is a risk of this happening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particular environment, then you shouldn't be there. There are plenty of friendl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where labour is not very expensive, where you can make these things. 中国外交部嘛出面回应，表示向有关部门了解，情报感觉无外籍犯人强制劳动的情形，规事件拢是韩辉良家己编的剧本。这都是韩飞龙先生自己编造出来的一出闹剧。韩飞龙先生总是耐不住寂寞，时不时就要跳出来自我炒作一番，生怕人们把他遗忘了。但是他这次编造的闹剧实在是有些老掉牙。奉劝他，如果希望博眼球，至少能够搞出一些新花样来。这个事件爆出了后，英国 Tesco 马宣布停止有关的中国工厂工会。记者综合报道。再镜头来韩国，因为家族甲食钱，才做1个月就失职落台的南韩法务部长官赵国，因为佫牵涉到乌西案件，即马互检方逮捕。调查前釜山副市长刘在珠收贿案的，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已经提诉诉票，搜查青瓦台办公室了后，23号，佮以滥用职权为理由，向法院申请前法务部长官赵国的逮捕令。属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2018年担任釜山市副市长的刘在珠，被指控伫2017年主持金融委员会 FSC 的时阵，收受企业4950万韩票的乌西钱。案件当时归于担任青瓦台首席民政秘书的赵国监管。刘在珠最后因为不明原因无受到任何处罚，加当年也阁成了釜山市的副市长。检方办2度传唤赵国来厘清当年为虾米终止对刘在珠的搜查。
消息指出，做高地进行时回答讲，青瓦台的特别检察小组甲执法机关无共，调查显示刘在珠受乌西之指控情形无大。伫甲经民政首席秘书白元武、反贪腐秘书朴恒定2人讨论后，决定终止调查。做高强调，这个案伊有政治责任，无法律责任。也毋过检方相信，做高要求刘在珠失去金融委员会主席职务，和整个调查案终结，认定做高难还。这个案也受到保守派镇压。自由韩国党的原著提来一直拍文在寅政府。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份，沙烏地阿拉伯著名異議記者哈紹吉被殺害分屍，外界講沙國是幕後黑手。也毋過，沙國檢方23是表示講，5個參與殺害哈紹吉的被告，即馬攏已經被判死刑。2018年10月份，沙烏地阿拉伯記者哈紹吉分屍案有上升進展。沙國檢方立3開記者會，宣布其中5個被告判死刑。另外3人恐判無共刑期的有期徒刑。قتل 5 من المدعى عليهم قصاصا وهم المباشرون والمشتركون في قتل المجني عليه رحمه الله. سجن 3 من المدعى عليهم لتسترهم على هذه الجريمة ومخالفة الأنظمة بأحكام سجن متفاوتة تبلغ في مجملها 24 عاما. 哈紹吉沙國有名記者，原本甲王室關係真好，後來寫本批評王室政策，叫政府威脅帶去美國。去年10月7日，哈紹吉進入土耳其的沙國領事館了後，向大使分屍，遺體到他也未找到。涉案人數有10個人，其中11個人叫沙國檢方起訴，身份攏無公開。外界認為沙國王儲穆罕默德·薩爾曼，個真濟國界官員有牽涉。沙國檢方不調查前情報機關副首長阿西里，甲前沙國王室媒體顧問卡塔尼，暗過2個人認為證據報告無強起訴，或者是判無罪。وصدر له حكم يقضي بإخلاء سبيله لعدم ثبوت إدانته في هذه القضية بشقيها العام والخاص. 對判決無國界記者組織感覺失望，因指出所有調查甲訴訟攏無公開，外界唔知影法院為怎樣安尼判，甲真相到底是啥物。La condamnation à mort de 5 des accusés, on ne peut que l'interpréter comme une volonté de faire taire à jamais des témoins ou même des acteurs de cet horrible assassinat. 聯合國人權機關8日今年6月份公布哈紹吉獨立調查報告，指出沙國國戰官員愛護專業。報告閣強調，這個案件是有計劃甲有組織犯罪，王儲薩爾曼無可能唔知影。美國中情局 CIA 嘛認為薩爾曼甲這案件有關係。記者綜合報道。在厄瓜多西邊的加拉巴哥群島頂頭有世界自然遺產，嘛有豐富的生物。結果最近有一隻船發生事故，船頂的柴油即馬流入去大海，恐驚會危害動物的生命。相關單位已經趕緊出手來救。釣到貨櫃吊車，雄雄帶到貨櫃到底哪裡海內底？也連累這隻客貨船在咧冰船，船頂工作人員雖然反應真緊，在咧跳海逃生，不過600加侖總重大約2噸的柴油就安尼流入去海內底，和有關單位是相當的緊張。Hemos actuado de manera inmediata. El Parque Nacional Galápagos se activó inmediatamente para, igual que la Armada Nacional, en las maniobras de contención de la mancha de diésel. Aproximadamente 600 galones de diésel que estaban dentro de la gabarra Orca están siendo manejados de tal manera de que se evite un impacto ambiental importante. Está contenida esa mancha y se están procediendo a hacer las labores de recuperación de ese diésel. 加拉巴哥群島由7個大島加23個小島組成。出代誌的船原本要對東邊的聖克里斯多巴尼島運送柴油到西邊上大的本島伊莎貝拉島，互島上的發電機使用，無受在出發的碼頭來發生意外。厄瓜多政府在1959年指定這個外海群島成最頭一個國家公園，包括陸地甲海洋，總面積將近8000平方公里。1979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這是人類自然遺產，伊有風景真水，加上自然遺產的名號，相當受到外國遊客喜愛。記者綜合報道。在鏡頭，佮等下咱國內，咱來關心總統選舉，佮等下也無20天。總統蔡英文要拼連任，卻一直攏有阻礙。
伫执政的前3党，伊的民调无啥好，支持度嘛无介悬。落尾也阁有甲赖清德的蔡赖之争。毋过按6月份开始，因为香港反送中事件，咱总统蔡英文有表态支持，而且嘛有提出总统的弃票，伊的民调甲声势就直头欠悬。有学者即摆就认为讲，这一摆的总统大选是看重外口因素甲国际环境的选举。我从现在开始，辞去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一职。2018年9月1大选，民进党大败，执政关系减一半。总统蔡英文为此是启动主席检讨3年施政，民调甲声望落个上低，竞选连任期中考无合格，挑战随出现。我为何出来登记，并不是为了个人，完全是因为基层有非常的焦虑。各开出条件要寻求连任的总统，民进党总统初选引发震撼。赖清德认为蔡英文民调低是因为基层声音力听出来，也因此引发两人的心结。两人相争延续几个月，6月爆发香港反送中事件，蔡英文马上发言表示态度，声势甲民调拢上升。逃犯条例同时也侵犯了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我们不会接受。结果展现出来，我想一定程度上是跟这个中美贸易的对抗，然后反送中事件引发了台湾人的生存的危机感有关。香港议题被称作为竞选连任助力，蔡英文也在初选来胜出，更加甲赖清德成功整合来配合，强调过去3年执政有成果，包括司法改革、农民劳工、青年政策、经销观光旅游等。主攻内政，却是无两花甲外交的政治介绍，反倒当是外在势力。香港反送中事件带来亡国感，对着亲中政党的不满，正伫发酵。所谓的芒果干哈，这个事件对台湾人来讲，它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然后再加上政党的适度的运用之下呢，炒作成了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的一个大背景。选前定调捍卫中华民国台湾，对外展现强硬态度。虽然不管是司法的案件、论文争议、网军事件，蔡英文也拢一一回击。面对镜头也更加有自信。拼下一个4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嘛致使香港人真关心咱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即马就有香港旅行社甲咱台湾的业者规划4天3暝观光旅行团，要来体验咱台湾的民主。2020年总统大选无到1个月，路的世界拢看到选举的文宣。台湾这款的民主选举文化，互袂少国际旅客感觉是真有兴趣。来台湾这几天有看到台湾的一些选举活动吗？看到很多海报。对，我们香港人觉得，就是台湾我们很喜欢，但是有时候会觉得，他们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能改变还是什么的，我们去关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帮不了什么。有香港旅行业者就看到，甲台湾大选用转化成做旅游相机，规划2020台湾总统选举观选团，对1月9号开始会带香港人体验选举造势场合。第2天到高雄参观民主运动景点，导览228事件。1月11暗时看大选的开票结果，最后1天拜会南向政治专家分析选后局势。反送中运动影响台湾政局，这很多。蔡英文谈到很多关于香港的运动，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是第一次感受到两地是这样的紧密的在互动。今年香港发生反送中抗争，加上丹东港案件升温，这事件让香港感受到台港两地紧密互动，也香港人更加关心台湾政局，希望直接来台湾来体验民主选举活动，见证开票结果。记者综合报道。监察委员陈书明本地要约述捌审过马英九涉密案的法官，不过这是引起法律界不满。法官协会发起联署抗议，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7成法官有参与联署。监察委员陈书明安算伫咧选举了后，约顺审理马英九涉密案的台北第一审法官同决引起讨论。全国法官协会17发声明坚决反对，而且伫咧18发起法官联署活动，要保卫审判独立、司法尊严。短短规天参加联署的法官人数就达到1406个人，要甲全国的7成。统计至今日上午，全国参与联署的法官将近7成，并有64位检察官、42位律师、2位学者主动响应加入联署。每一个联署签名的背后，都代表坚守审判独立的意志。
法官协会搁一个强调，讲审判独立是台湾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础。但诉辩伊是监察委员，应该符合宪法实行职权。毋过法官协会大动作连署反制，但诉辩是感觉无要紧，认为讲就算全部的法官都来连署，嘛袂去改变伊的想法。那如果说他们只是靠这种人多势众或者这个所谓的联署啊之类的话，那就只是加深我瞧不起他们而已。如果有道理的话，不用联署了，一个人讲出道理来，我都认了。那没有道理的话，你就算3000个法官全部联署，对我来讲还是跟这个卫生纸一样。目前连署的活动也搁继续在进行当中，嘛有真歹检察官主动参加。若是司法院嘛发布声明，认为讲检察委员若是想要问法律见解即挂的问题，已经超过检察权的分寸。呼吁检察委员应该遵守权力分立的原则，尊重司法权核心权利领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分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长人巴黎一柜，敢有倒有污染的废弃物去伊的沙石场？国产署第昨昏是去做土马的检查甲化验，要看内底敢有重金属。也毋过李一柜的后生，嘛是即卖的分林管机关李明德，是批评蔡政府摕国家机器来操作选举。高产署先伫咧即个月18号38点，要查清楚敢是有去用带废弃物。12月23早起，佮委托厂商进行土马的重金属检测的部分。今天土壤检验的4个点，那验的部分是要看看有没有受到重金属的污染，那大概也会验有8种重金属。那整个结果大概1个月以后会出来。早起分林管机关李明泰嘛来现场表达谴责，认为讲国家机器应该停止对杀，唔通佮来对付因这种老百姓。希望今天国家机器这种肮脏的手段，谁来操纵国家机器这种肮脏手段对付百姓的这种行为啊，就到此为止。李明泰表示，一般土地检测敢若乌56个点，这届国产署第一阶段乌38个点，密度真悬，嘛无发现带任何废弃物。对这个代志，国产署是强调讲，乌土检测的作业是为着要回应立委即顺时阵的要求来办。是徛伫咧土地管理机关的立场来甲代志查清楚。若是检测结果差不多需要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若伫台南，即马有真侪田拢改种电、拢变款。互环保团体是积极讲，政府即款绿电的政策敢好，甲这好好的田摕去发电，真无彩。今日伫台南关电的一处林甲田，会当看到真侪林甲鸟伫边仔伫歇。但详细看，刚一片农地边仔，却出现大片的供电板，这嘛互环保团体质疑。经地量产发电力能敢真正好？你种了太阳能之后，你就不能弄其他的事情了。这个地力20年地下的微生物，它的地力，它的很多的生态其实就会改变。对此，台南市经发局是讲，目前是已经有6000外件的申请案，其中有200外件是农电变更做太阳能供电。不过，特定的农业区无开放进电，未来嘛会把关保留量产。在法规上也有一些规范，比如说它排除特定农业区、重要湿地、第1级环境敏感区，而且也要经过62项环境敏感区位的一个查询哈。那经过地方或者是中央审查，相关单位同意以后，才能开发做太阳光电。台南市经发局是统计，目前核准农地进电大约200外件，是分辨伫后壁、客家、关田等传统务农区，其中关田区最近就这笔土地向市政府申请进电。互林甲鸟的园区是真烦恼，但是台南经发局是表示，发电力能是全球的趋势。虽然是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嘛严格来把关。记者王正云台报道。台中的铁基路高架化了后，即马完工了后，阁有5位的地下道爱囤土，爱甲囤互平。太原路的地下道昨昏开始施工，讲爱做1档，这是互当地乡亲真烦恼。因是讲即个路口原本就真高塌，即马工程阁爱做1档，安尼毋是塌甲阁较吃力。就算已经毋是上班时间，台中市北屯区的太原地下道车流量也是真大。往南的方向就往大理的方向，往北的方向就往那个潭子的方向，所以车流很多，上下班的人都从太原路下来，这个夹道下来的人很多。对这个月23开始，太原地下道就要进行屯平工程，工期将近1年，居民是真烦恼。原本尖峰时间就会严重塞车的路段，施工期间会变作交通的噩梦。非常塞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居民都是往台中市上班的所以上下班的时候这一条几乎都是塞住的不止地下道塞，连这一条现在这一条也是塞着
台中铁路高架化完工了后，当初都市填合计划，台中市有5位地下道无纳入，该由台中市府进行屯培。我们利用主车道，还有旁边的机车道跟旁边的腹地，我们利用呢先把旁边填平，让中间的可以车流能走。那再来我们中间车道做好之后，再利用两边的部分再来做后续，那会保持它原来车道数不缩减。台中市建设局表示，除了太原地下道，目前还佫有丰原区一位台中市府的建成路、国公路甲5环路，拢总4位地下道，嘛会伫年后施工，预计2年内底会全部屯培。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今年摕到全国10大优良农业产销班的屏东佳冬水产养殖产销班的第8班。因的调整毋是无道理的，因为因饲的海产毋但有产销履历，嘛有产地证明，而且一直在推广食农教育。家招班摕伫咧手里，伊是屏东佳冬水产养殖产销班的班长陈启宏。这几年，伊骨力推广渔船的体验活动，甲学校演讲，也邀请民众来产销班认捌产销运作的过程。陈启宏也讲出伊对产销班未来愿望。第一个就是成立生产合作社，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销班转成合作社的一个过程，产销班会变成是一个辅导的平台。它是一个教育的一个种子，也就算一个摇篮。陈启宏自本是咧做餐厅的，爸爸洪灾了后，伊倒来故乡，倒甲老爸顾处理的养殖渔业，经历过鱼池啊去互洪灾破坏了，损失几100万。不过伊认真打拼，东山再起。即阵伊希望透过合作社，互产销班会使正做渔业辅导的平台。希望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提高我们的生产的产量，甚至跟未来的内销、外销的一些市场上能衔接得上，把我们品质一致化。除了整合养殖渔业的资源，陈启宏也希望渔业会使和企业合作，做伙推广食农教育，也使更较侪少年人同齐替渔业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在这个少年家嘛，将有出发。这是南投竹山的一个少年家，伊在做面筋，伊是做将有创意的地图面筋，利用咱台湾特有的地理甲生态来做主题。这款面筋，即马是请到国外，已经外销100外个国家。其实还蛮喜欢做关于台湾本土，无论是文化或者是地理特色的创作。这位有台湾第一高山玉山多样的面筋，看起来阁水阁特别。这是即马全世界上称的地图面筋。上特别的是，逐条地图面筋顶头拢画有台湾的形影。这个创意拢是南投竹山一个少年人魏金环所想出来的。因为我很喜欢到处旅游，那个时候想到的就是说，其实我还缺一条毛巾。所以当时就想说好，那我就试着去做一条关于世界地图的毛巾。魏金环希望透过伊的创意，甲台湾推广到全世界，互更较侪人了解台湾的水。不过伊嘛讲，不管是设计也是创业，逐条路拢有辛苦的所在。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因为设计价值在台湾其实当时还不是那么受到肯定。魏金环自学生时代就参加过真侪设计比赛，受到肯定。不过要创业却无遮尔简单，常常做到想要放弃，因为人客的支持，才有法度继续坚持落去。可是常常让我觉得鼓起勇气，支撑下去，真的是粉丝们的支持啊！因为我自己是设计师，那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创作只要一推出来，大家都会很喜欢。那这个常常是我们延续下去的动力。除了继续做台湾地图的面筋，伊嘛甲台湾特有动物印伫产品顶悬，希望呼吁大家重视生态问题。魏金环甲理念结合创意来制作商品，行出家己的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有出版咱全国头一部台湾族的教材，真受外界肯定。今年屏东阁做客家教材，咱嘛做伙来看卖。看到一张一张的相片，展现在地菜色果子、客家小儿塔等等的地方特色。这拢是今年屏东县政府甲竹田国小、万万国小合作编写，将有客家主题性的学生教材。让我们就是从我们屏东的6堆客家在地出发，那其实透过课本的一个编撰呢，能够让孩子认识自己的家乡，认识屏东。大新公布的是1年甲2年的社会科教材。结合客家特色、文化、礼俗等等的主题，也未正式出版，就已经受到欢迎。这精彩内容拢经过严格把关，不管是学生也老师，也不管是毋是在地客家人，
拢会当感受到实实在在土地气味。因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对，所以就是由文编那边出来的文稿，那我们就可以从文稿去更了解客家相关的文化。所谓的学校本位，就是会当由学校家己来编，适合家己教学、家己特色的教材。德昌国小强调，过去的教材一向拢是都市的观点，所以甲咱的囡仔生活的经验完全无同。用客家本位来书写，目的就是要打造一本真正对在地出发的教科书，毋才会当真正引起学生的兴趣。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咱来看囡仔欢喜过年，啊，不过大人是烦恼无钱，因为真侪弱势家庭定因为无钱替三顿地做烦恼。家福基金会昨昏公布上新的调查，发现弱势囡仔逐顿只有32块银通食。现在是正餐时间，你的餐点只有1颗茶叶蛋，请继续加点。没关系啊。一个就够了。用影片翕出弱势囡仔伫咧选择食食的时阵，因为费用的关系，唔敢加紧的状况。现实社会内底，自细汉就是阿祖带大汉的小敏，嘛常常为着后一顿伫咧烦恼，受到艰苦的生活，伊的目屎就流出来。那我们发现孩子在选择餐食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考虑到便宜啊，那只要能够吃饱。填饱肚子，还有方便性，所以有一些孩子是体重过轻或者是过重。小云是村里内底上大汉的，下骹还有7个小弟小妹。虽讲伊是国中1年的发育期，啊，毋过为着要互弟弟妹妹食好饱，家己敢若32公斤，体重是伤轻。我问他们说，那个菜都没有，言语都没有，那我们吃那个什么稀饭跟那个罐头，还有那个什么菜脯那个。然后他们说跟我讲说没关系啊，你们那个没有煮什么我就吃什么啊，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挑食啊。他没办法挑啊，就那几样啊，怎么挑？即马要晚年啊，真侪人准备开始采购年节食材。家福基金会希望社会大众看到弱势家庭囡仔的状况，来甲因斗相共，互囡仔伫食的面顶会当有更较侪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若寒天食补嘛爱细致，高雄有一个24岁的小姐，伊是真爱食炖补，逐工食冬瓜麻油这物件。结果1个月前，伊感觉伊倒边的目睭蒙蒙，看无啥有，去做检查，才发现目睭内底出血，就是因为上色补过头。泡麻油鸡一直发真芳，但24岁李小姐最近已经无啥敢食麻油、冬瓜、素物啦，才会食补。因为1个月前，伊感觉目睭雾雾，就医以后确认是倒手边目睭头前出血，而且有黑色反光的结晶，医生研判甲食补有关系。视力有越来越模糊，然后就是越来越看不清楚，然后就想说去检查一下。病患食药啊以后，真紧就无搁出血，但结晶一直无办法互人体自然吸收。医生如果开刀摕出来送验，才发现是长期出血形成的铁啊结晶，而且病患目睭无受过伤，无相关的病，嘛无食特别的营养食品。唯一较无正常的，只有差不多逐工食活血的食补。红血球破坏之后，铁质的大量释放。那这些血呢，刚好是来自于这些补品，包含是他普通时候常吃的一些当归，还有最近常吃的一些麻油。病患无食以后，目睭到即马无搁出血，视力嘛恢复正常。医生表示，这种体质定疾症一般发生伫地中海型贫血、长期疏忽慢性病患者，以及长期食酒的人，造成目睭出血可能是个人体质，但也是呼吁民众食补唔通过量。记者王家川、郭建准给我报道。人生要往生进前，上尾一段路应该安怎行？病人若是受无效的医疗来拖磨，家属看落心嘛真痛。安宁照顾基金会就有推出亚洲头一部病人自主管理法。这一摆安宁照顾基金会嘛有摕到5尊献爱心奖，来感谢基金会对咱台湾的付出。我吃到了耶！好，那我也把眼镜拿下来给你梳啊。癌症末期的重症病人伫厝内底治疗，和孙仔做伙佚佗，这伫过去是互人想袂到的。即马透过居家安宁系统的协助，互确认是末期的病人会当加一个选择。
安宁照顾基金会董事长杨玉静表示，若是会当事前规划，就会当互病人伫生命的最后，莫阁受到无效医疗的拖磨。做医生的人，自少年老师就是教阮拼，搁较拼较上尾。家庭内底做囝儿的人，嘛是讲，你着甲我拼。但是咱着爱搁一遍来思考安宁照顾基本的起源，破病的末期，无要用侵入即款的无效的医疗来延长死亡的过程，却毋是延长生活甲生命。安宁照顾基金会伫1990年成立，30档以来推广安宁照顾，一开始受到民众的误解，就是讲入去到安宁病房，都是啥物拢无做，无要治疗。其实安宁缓和医疗是帮助病人减轻痛苦，而且佫考虑到因的生活品质，来帮助病人和厝内底的人好好啊讲再会。在家庭会议里面达成的共识是，一切尊重我的决定。不管我是选择积极的治疗，或者是说做缓和的处理，他们都尊重我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我觉得我真的是，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很早就有这种观念，但是遇到自己生病了，就要考虑了，就是我要走哪一条路。假如我能治愈，那是一回事嘛。我不能治愈，我就要怎么样？这个都同时想好了，并不是一开始就说我不会治愈，那倒不是这样。人袂当紧出事，毋过会当选择好好啊行。因为有安宁照顾基金会的拍拼，台湾将这是全世界第18个建立安宁照顾服务的国家，嘛是亚洲第一个定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国家。互每一个人伫咧健康佮正在人的时阵，拢有权利为家己生做好选择，互人生最后的这段路行甲温暖佮顺遂。记者由于郑州玉水台北报道。在世界真心实，咱来去日本。来日本东京看机器人展览。即摆机器人毋但会使斗相共救灾，而且会使做医生的助手，斗相共开刀。原本徛条的机器人，加用几秒就变成车，变形金刚行出电影，出现伫东京机器人大展。除了这款有娱乐效果的机器人，还有真侪业者在研发，互人类生活更加好的机器人。亲像这个会当模仿人类动作机器人，双手是真流利，动作完全甲边仔穿革命装的人同款，代表未来也能代替医生做弯曲开刀这款的任务。操縦装置の方を改善するってことで、結果としてロボットがよりいい動きを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ことがPHR3 の進化の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こういった移動サービス、新しい形の移動のサービスというものを実現することで世の中をより良く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另外，这184公分宽、85公斤重、体型真大的机器人，会当去人类无法度到的所在做无可能的任務。例えば津波でディザスターになったところ、それから火事の現場、あるいはもっと行けば宇宙とか深海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でも人の代わりに行って何らかの作業を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那升级乒乓机器人有人工智慧，会当思考对象求路，互选手机卡更加进步。为今的机器人大展，会当发现未来机器人唔但越来越厉害，甚至会当超过人类，会当进一步提升人类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伫墨西哥大块人较济，为着要爱警察减肥，墨西哥市即马是提奖金，鼓励警察加运动。9年一换，20外个墨西哥警察伫空地一直跳，身躯穿的白色 T 恤已经拢是汗。这来参加健康减肥营警察，除了是为着逐个月1000墨西哥比索，差不多新台币1600块减肥奖励金，佮希望用运动甲控制食物件，甲大巴肚讲再会。Al inicio el primer mes fue difícil, ¿no? Mental y físico, pero conforme pasó el tiempo se ha convertido en un nuevo hábito de vida. Tengo más pila para trabajar, tengo más pila para tener tiempo para otras cosas. 第这项健康检查计划推出3个月了后，今年26岁巴雷拉已经减16公斤，该同款要减肥小组警察有上千人。
随上需要减肥，唔拿警察。根据官方统计，墨西哥有3%成年人生活大考，伫经济合作甲发展组织36个成员国中，大考比例敢若输予美国。 La obesidad pues es algo que tenemos en todo el país, no solo en los policías, y esto se le está dando un resultado. Entonces el objetivo es cambiar sus hábitos para poder erradicar esta problemática que tenemos en el país. 遮尔侪人大考，嘛，互墨西哥得到糖尿病甲心脏病比例增加。为着民众健康，墨西哥当局伫2014年就针对汽水等有糖饮料加税。今年国会嘛通过一项新法，要求业者伫高糖、高钠、高油的本素食物的包装增加警示标记。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3度；中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26度；南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有30度；东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6度。 外岛的温度是14度到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